时间才11点嘛吼，咱时间才11点，啊，即摆拄啊都11点10，就是我好啦吼，安尼咱嘛去平常有机会啊啦吼，平常有机会啊，看无咱各位先生，就怕有参慢讲，就怕做参慢讲，嘛真正无法度甲。经理公家公司建设，因为家己嘛做慢慢的嘛，他慢讲啊，慢慢他看我咱各位先生，咱拢真正用咱的智慧，用咱的心，咱的天命来去调整不个囝咱通，咱修炼上天，包括咱的身体上好的礼物，感谢各位，最后叫咱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。在讲师这边，人道提供，婚道提供，在各类咱做这份吼，咱下面吼，因为咱邀请着咱满大分局的领导官，要来甲咱讲解咱自我保护的观念。